首中央要交太平区的区长柯桂芳特别的送中央的礼金1万块，甲寿桃高龄103岁这个黄江莲女士，同时转正总统府甲卫生福利部联名的金属片敬老装，和这个老太太甲老大人添福寿。 太平区长柯桂芳来到高龄103岁黄江莲女士因家关心慰问，而且予伊中央礼金1万块，佮转送总统府和卫生福利部联名金锁片予伊。那特别赠送我们重阳节的礼金1万元，还有我们代表总统跟卫福部赠送的这个金锁链哈。 黄江莲女士看到大家满面笑容，伊的保养之道就是逐工要困进前会啉一寡药酒，佮有食干果。特别喜欢晚上要睡之前就是喝一小杯这个松露加皮，还配个这个干果以前都是吃那个是核桃，现在听说都喜欢吃那个小鱼干。 中央节伫要到太平区长嘛特别拜访百岁人瑞，鼓励时大家出门活动，保持身体健康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